如果我告诉你，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就能将跌倒风险减少一半，你相信吗？这听起来或许难以置信，但这是经过科学验证的事实。我行医30多年，看过太多长辈因为一次跌倒，整个人生就此改变。原本每天能自己出门买菜、散步的阿姨，跌了一跤后，从此再也不敢独自出门，需要依赖子女接送，失去了那份独立自主的尊严。更令人心痛的是，根据统计，65岁以上的长者，每年有1/3的人会跌倒至少一次，而跌倒一次后，因为害怕再次跌倒，很多人开始减少活动，肌肉和平衡能力进一步退化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最终，跌倒不只是身体的伤害，更是心理上的恐惧，让人逐渐失去生活的自信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请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，因为如果你跳过了，你可能正在错过避免人生第一次严重跌倒的机会。今天我要分享5个在家就能做的平衡训练动作，不需要私人教练，不需要去健身房，只需要你每天10分钟的时间。这5个动作将帮助你重建大脑与身体的连结，让你重新找回稳稳站立、自信行走的能力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让我先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年纪大了以后，我们会越来越容易失去平衡。这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原理，叫做本体感觉，英文是 proprioception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的身体知道自己在空间中的位置、姿势和动作的能力。当你闭上眼睛，你还是知道自己的手在哪里，脚在哪里，这就是本体感觉在运作。但遗憾的是，过了50岁之后，这个能力开始快速衰退，我们的大脑、肌肉还有神经之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慢，越来越不精确。就像一条原本畅通的高速公路，开始出现路面坑洞、信号灯失灵，讯息传递的速度和准确度都大幅下降。我记得有位患者，她叫陈阿姨，今年68岁，住在台北。她年轻的时候很爱跳国标舞，身姿优雅，走路轻盈。但这几年，她告诉我，她不敢走快，因为总觉得脚底踩不稳，怕一个不小心就会跌倒。那种从前的自信和优雅已经被恐惧取代了。但这里有个好消息，非常重要的好消息，我们的大脑具有神经可塑性，也就是说，即使年纪大了，大脑仍然可以学习，可以重新建立连结。只要透过正确的训练，我们可以重新唤醒那些沉睡的神经通路，让身体记起如何保持平衡。接下来，我要教你5个简单但非常有效的动作，这些动作就是要帮助你做到这一点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叫它树式，站得像一棵树，看起来很静止，但其实你的身体内部正在进行一场平衡系统的全面复苏。很多人第一次做这个动作时，会觉得脚在抖，身体摇摇晃晃，甚至有点害怕。但请你记住，这种摇晃正是你的大脑在重新学习如何控制身体的证据。这不是失败，这是进步的开始。树式训练的核心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本体感觉。当你用一只脚站立时，你的大脑必须不断接收来自脚底、脚踝、膝盖、髋关节的讯号，然后快速做出微调，才能让你保持平衡。这个过程正是在重新唤醒那些神经连结。现在让我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做。第一步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旁边最好有墙壁或稳固的椅子可以扶。第二步，双脚并拢，站直，找到你的重心。第三步，将体重慢慢移到左脚，感觉左脚稳稳踩在地上。第四步，
抬起右脚，脚掌轻轻贴在左脚的小腿内侧或者脚踝旁边。记住，千万不要把脚掌放在膝盖上，这样会伤害膝关节。第5步，双手可以放在胸前合十，或者轻轻扶着墙壁。第6步，保持这个姿势，慢慢呼吸式，维持10到20秒，然后换边做。如果你有头晕或眩晕的问题，请一定要扶着墙壁或椅子来做，不要勉强。记住，你不需要做得完美，你只需要比昨天更稳，一点点就够了。每一次的练习都是在告诉你的大脑，我可以站得更稳。第2个动作叫做战士2式，这不是一个攻击的姿势，而是教你如何在生活的重量中依然保持平衡和稳定。很多长辈做这个动作时会担心膝盖会不会受伤。我要告诉你，只要姿势正确，这个动作不但不会伤膝盖，反而能强化你的膝关节周围肌肉，让膝盖更稳定。如果你真的担心，可以用一张椅子来辅助，先从比较浅的角度开始练习。战士2式最大的好处是它能同时训练你的大腿肌肉、臀部肌肉，还有核心肌群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训练的是横向平面的平衡能力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你转身、换方向或者侧身拿东西的时候，不会因为重心偏移而跌倒。这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实用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。第1步，双脚打开，大约是你肩宽的2倍宽。第2步，右脚尖转向右侧，左脚微微向内转，约15度。第3步，双手向两侧平举，与肩同高。第4步，弯曲你的右膝，慢慢往下蹲，直到右大腿尽量与地面平行，但记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这样才能保护膝关节。第5步，保持你的上半身直立，不要向前倾或向后仰，眼睛看向右手指尖的方向。第6步，在这个姿势停留10到20秒，感觉你的能量从脚底一路延伸到指尖，然后换边做。如果你觉得太吃力，可以不要蹲那么低，或者扶着椅背来做。重点不是做的标准，而是让你的肌肉记住这个稳定的感觉。第3个动作叫做前弯式。有时候为了站得更稳，我们需要学会如何放松地向下弯曲。这个动作听起来简单，但我必须提醒你，如果你有严重的骨质疏松，或者有青光眼的问题，请不要做完全的前弯。你可以改用椅子辅助的版本，让身体只弯一半，不要让头部低于心胀太多。前弯式的核心价值是帮助你是放紧绷的肌肉，特别是背部和腿后侧的肌肉。当这些肌肉放松了，你的身体自然会恢复更好的平衡反应。同时，这个动作还能启动副交感神经系统，让你的身心都进入一种放松平静的状态。我有一位患者叫做林先生，65岁，是一位退休的工程师。他长期腰酸背痛，走路总觉得僵硬。我教他做前弯式之后，他告诉我，他开始感受到一种很久没有过的放松感，走路也变得比较轻松了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。第1步，双脚与髋部同宽站立。第2步，双手放在髋部两侧。第3步，吸气，拉长你的脊椎。第4步，吐气，从髋部开始慢慢向前弯曲，不是从腰部弯。第5步，让你的双手自然垂下，可以放在小腿、脚踝，或者轻轻放在地上。如果碰不到地也没关系。第6步，保持膝盖微微弯曲，不要锁死，在这个姿势停留20到30秒，慢慢的深呼吸。如果你无法弯，那什么低可以扶着椅子，让双手放在椅背上，只做一半的前弯就好。记住，
当你慢慢呼吸时，你的身体正在回忆起那种安全放松的感觉。这不只是伸展，更是一种自我疗愈。第4个动作叫做鸟狗式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它其实是一个大脑和身体之间的沟通测验。很多人做这个动作时会发现，要同时抬起一手一脚，并且保持平衡，比想象中困难得多。如果你有腰痛或手腕不舒服，可以先从简单版本开始，只抬一只手或一只脚就好，不用脊柱两边同时做。鸟狗式最大的好处是它能训练你左右2个大脑半球之间的协调能力。当你抬起右手和左脚，你的大脑必须同时处理多个讯号，控制多组肌肉。这种跨侧协调能力正是预防跌倒的关键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动作能训练你在失去平衡时的反应能力。当你突然绊到东西或者踩到不平的地面，你的身体能不能快速做出调整？鸟狗式就是在训练这种能力。我常常跟我的病人说，这就像在教你的身体重新学会小时候走路时的平衡感，那种本能的、自然的稳定能力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。第一步，四肢着地，双手在肩膀正下方，膝盖在髋部正下方。第二步，保持你的背部平坦，不要拱起或下凹。第三步，慢慢抬起右手向前伸直，同时抬起左脚向后伸直。第四步，保持你的身体稳定，不要左右摇晃。想象你的背上放着一杯水，你要让它不洒出来。第五步，在这个姿势停留5到10秒，然后慢慢放下。第六步，换另一边，抬起左手和右脚，重复5到10次。如果你觉得太难，可以先只抬手或只抬脚，等到比较习惯了，再同时抬起。记住，动作要慢，要有控制。第5个动作也是最后一个，叫做单脚硬举。这是一个为了还没发生的跌倒而准备的训练。很多人刚开始做这个动作时，会很容易失去平衡，不要紧张，这是正常的。你可以先轻轻地用手指碰着墙壁，或者扶着椅背，给自己一点支撑。记住，姿势的正确性永远比动作的幅度更重要。单脚硬举训练的是动态平衡。什么是动态平衡？就是当你的身体在移动的过程中，依然能保持稳定，这跟静态站立完全不同。它同时强化你的臀部肌肉、下背肌肉，还有大腿后侧的肌腱。这些肌肉群，我们叫它后链，是支撑你整个身体稳定性的关键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这个能力非常实用。当你弯腰捡地上的东西，当你走在不平的路面，当你需要快速改变方向，单脚硬举训练的就是这些时刻的稳定性。我有位患者叫做王太太，72岁，住在新北市。她之前走在菜市场的时候，常常因为地面湿滑而差点跌倒。练习单脚硬举3个月后，她告诉我，她现在走路更有信心了，不再那么害怕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。第一步，站直，双脚与髋不同宽。第二步，将体重移到左脚，右脚轻轻离地。第三步，保持左膝微弯，慢慢将上半身向前倾，同时右腿向后伸直。第四步，想象你的身体像一个跷跷板，当上半身往前，腿就往后。第五步，尽量让你的背部保持平直，感觉从头到脚是一条直线。第六步，向前弯到你舒适的程度就好，然后慢慢回到起始位置，重复5到10次，再换另一边。记住，你正在教你的身体如何不跌倒。每一次练习都是在为未来的自己
存一笔健康的存款。现在，我要给你一个具体的7天训练计划，每天只需要10分钟。你就是在为自己的行动自由做投资。我知道要维持运动习惯并不容易，很多人开始很有热情，但过几天就放弃了。所以我建议你，一开始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先从2个动作开始就好。第1天到第3天，你只需要做2个动作，竖式和站式2式，每个动作做2组，每组维持10到20秒，慢慢来，感受你的身体在适应。第4天到第7天，加入鸟狗式和单脚硬举，4个动作轮流做，每个动作1到2组就好，不要急。重点是让动作变成习惯。在开始之前，请你做好这些准备。首先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旁边有墙壁或椅子可以扶。其次，穿舒适止滑的鞋子，或者赤脚在瑜伽垫上练习。第三，每个动作都要记得慢慢呼吸，不要憋气。第四，如果感到不舒服或疼痛，立刻停下来休息。我想请你做一件事，在你的日历上标记你的第1天，然后每完成1天就打一个勾，让我看见你的改变，也让你自己看见进步。你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开始了这几天的训练，或者哪个动作让你最有感觉，我会在这里为你加油。记住，10分钟就能改变你的未来。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，你已经跟90%的人不一样了。大部分的人看到一半就离开，但你留下来，这代表你真的在乎自己的健康，在乎自己的未来。我为你感到骄傲。在结束之前，我必须提醒你，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是根据科学研究和临床经验，但这不是医疗建议。如果你有任何疾病或健康疑虑，请先咨询你的医生，确认这些动作适不适合你。让我再总结一次，今天教你的5个动作，每一个都是在为你的行动自由做投资。竖式唤醒你的本体感觉，站式2式强化你的肌肉，前弯式是放紧绷，鸟狗式训练斜吊，单脚硬举教你动态平衡。记住，神经可塑性告诉我们，神经可以重新学习，身体可以重生。不管你现在几岁，都不会太迟。现在，我想请你做3件事。第一，在留言区分享哪一个动作最让你惊讶，或者你最想先尝试哪一个。第二，把这支影片转发给你的父母、长辈，邀请他们一起挑战7天平衡计划。第三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让我持续陪伴你的健康之旅。我们下次见，祝你健康平安。